因多年来受到国际人物了世界的影响，国内一道传统产业都会耐唔好哟。用能用28年的个烹饪本，2年浪前认真看唔样，成本变出一道因素，高不将屯木仓收起来。唔过认真因谈论以熊牛的个蛮子，唔前身家领养，而且家没想这个发展事业。故说8年前屯来的乡下创业，买个屯以大表规办生意嘅能牛。也有关系，係卖披萨。烹饪本屯來嘅是能火茶，買去行通手工窯烤披萨，現在料頭改好，現點現做，睇土壤有冇一大杯，很舒服呢。放个9层塔提个味，好，好来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弟弟加油了哈！拿平的，谢谢。8年前嘅杨梅記路巷出現一攤手工窯泡披薩攤，3噸半嘅火車與個簡單嘅料理台，就來烹製肉、負責做面皮。車後邊了個火窯係阿爸烹飪本嘅戰場，又愛認真高溫，同時又愛無限服務人客。你要什麼的？海鮮的是吧？什麼時候？要在這邊等是嗎？差不多12分鐘左右。在這裡我先過來。OK， 那再麻煩你啊。因為披薩係現點現做，同時用炒小油嚟拍，自然都會分享起。有鹹油係泡面皮，食起來更加清爽，所以看人冇結構，攞住股就已經建立。這東西哦，料好食材又現做現烤，食起來哦，唔係屬專業的披薩店的披薩哦。它是比較薄啊，就比較不會說像那個什麼達美樂啊那些比較吃起來不會味啦。手工披薩愛做個好食，除了料好食材，快嘅功夫更係關鍵。烹飪本泡嘅披薩嘅時，就像頭髮圖向寬，手後拿定長長嘅花筆，佢就底部一張花布上擺，天通來天通去，呢個時節本土就係飲料咧。是在聽定人客嘅意思，做出各種屬土。人客為蛋黃色，嗌做烤下冇人拆嘅，嗬，為下拆嘅嗌做烤下拆嘅本機，全部嗌做得控制啦，個做久就會熟啦。因為佢對披薩佢上火嗰片啊，嗬，瘦肉下過，所以佢會下腳拆起，所以個披薩佢比較烈。烹飪本對於泡披薩相當有自信，因為8年外前佢為到事業過百行來，不但自家練習完全冇研究，將新玩意就已經曉咧，是得同披薩泡嘅金黃色又酥又脆。因為你這麼捧場啊，還沒有站，我們車子還沒停穩，你就來捧場了，人我不跑漂亮一點，有沒有漂亮？有啊。對，不怕走，哦，特別練習嚟捧場，對。我哋拿來準練習來學，誒你哋考筆試，人做嘅，所以佢話考不起嘢，考不起我見考見好，然後練習會按攞啊，結果誒挑架考嘅披薩又簡樸哦，又香咯，唔會火燒起咯。現在你是鮮雞肉跟美式香腸是嗎？你還有一個，我建議來一個培根，要不要？對，培根的很香很棒啊！我現在賣的最好就是培根的。來無田嘅人客就會對烹飪本手工披薩嘅傾聽。看咗8年來，讓自家長菜無限之家，有時這2年亦無限，就係5點半鐘夠，連上睇下去嘅時間攏冇。檔主12點，做到下晝5點半，我做70隻，做到70隻哦，我兩隻家做到食飯餓鳥冇時間，全冇料就錯啦，係人客喺度嘅嘛。佢嘛訂檔叫訂8點鐘訂，冇肯會賣3、4斤呢。佢講哦便宜唔識，做披薩做係等訂8點鐘，要講錯啊唔錯啊，食材也要人啦，因為手工做嘅嗬，做一隻啊，我8到10分鐘嘅時間。甩麵團那些拉麵團的，那個就比較累，它是要用力嘛，然後也是怕它會一不小心會破掉，所以你要注意力要蠻集中的。曾經甩麵團會有會啊。那客人看到會唔會尷尬？不會啊，應該這也是會失敗的，不是一定會成功的。
披萨嘅材料同准备作业，睇来旁制约嘅些，先前弄甜甜阿爸向嫩牛，不过2年前我看某个经济项目，旁制约也甜甜新业，让3星外嘅佢面临各种投入嘅问题。收掉之后就没有做事了，就在家不知道干嘛。然后就我姑姑，他就刚好认识一个他朋友有做披萨嘛，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学呀、然后我就说好了，就是有工作就来做，不然在家里也不知道干嘛。旁制约讲，烤披萨其实当简单，1个月就是得享受。半年前，1个人开始创业。做下来些拢有其他的，无论做面皮同食材嘅准备，样样拢有条有理。出门做生意之前，又必须要先拍照。呢个部分就系阿爸旁延半嘅些，因为受起火嘅人影响到零下，所以弄外头废弃嘅牧场两片进行。两系过去旁延半大饼半成型嘅蔬菜，对3只嫩牛做起。先后嘅是有300只嫩牛，不过好讲佢无長久，受到大環境嘅影響，竟然28年嘅牧場，到2年前就關起來。初期噶差唔多起到每一開，本來7個人嘅7個班咧起到13條，係含飼料1公斤7個班咧起到13個班去，係按牛呢，讓起該人量嘅原因啦。旁延半關閉牧場了後，其實還相當各大餅事業，不過已經60咧，不過創業沒有咁簡單，預備是到手工披薩，披到濃濃嘅起司香，佢想到過去自家生產嘅嫩製品，所以鼓勵來學做披薩。就嫩牛肉28年半哦，對個餅體吼食材啊成本也真唔減啦，吼，所以講你做披薩嘅起司點樣度，係牛嫩去焗起來嘅，吼，但係老嫩牛咧又上懸啦，所以講做起來就較神奇嘅位安然啦。小時家以生人攏同嫩牛分唔開，旁延半事業天意村係嚟同嫩製品有關。當初牧場關起來，親戚朋友攏見佢是在退休，好好享受。不過當時自家旁延半係嚟想等來個未來。以下61歲還算後生啦。吼，有體力好做，含愛洗牛嘅啊，吼，其實都粗口人都洗牛，吼，其實盲頭不用，牛嘅餅體無條路，哦，啊，見無條路冇咩好些，啊，到有隻機會嚟做披薩，啊，做到就會做得，哦，跟住啥無人夫數啊，跟做阿爸做嚟天數。長菜攏會談係忙真實營業，年客就上門。當時也200年也因為賣披薩，感情更加好，也學曉更加多嘅相互包容。所以喺度討論啊，今年有乜嘅缺點，哦，看今年人客對你有乜嘅上下有下磨合嘅地方，你所以咪上下嘅討論嚟檢討啊，係，所以是按人落去哦，父子嘅感情如何好。當爸爸也是當自己家裡嘛，自己父親嘛，不然然後這麼久養牛之後都沒工作的話，怕沒到時候會。兩隻嘅目標係將牧場建立起來，同啲草藥搬過去，可以建天然披薩農莊。呢下生意越做越好，更有信心，只要兩隻也同心，從前家業嘅夢想，冇祈求就是得實現。來啊，不要客氣啦。